我諗住同大家分享呢一題，而呢一題呢，喺某一間學校嘅模擬試卷嗰度見過。個題目係咁噶，第一題喺第一集個故事入面呢，一共發生咗幾多件事呢？2分。哇！嗱，雖然我係成年人，但我走去睇嗰篇文嘅時候呢，我都唔係好 sure 有幾多件事，唔知1件、2件、3件定係4件呢？睇極都睇唔到。哇！真係收家。但好彩有第二題幫手。第二題就係話啦，性相提呢2件事有咩關係？咁啊，即係證明咗喺第一則故事入面有幾多件事，有2件事咯。阿小袁老師啊，邊間學校出啲咁嘅題目啊？邊間中學啊？唔好意思，唔係中學，係小學。小學，我睇你嗰啲 YouTube 片咧，係因為想學嗰啲 DSE 嘅技巧，你俾啲小學嘅題目俾我哋。各位同學稍安毋躁。雖然佢係小學嘅一個題目啦，但係你會發覺咧，喺中學嘅嗰啲模擬試卷，甚至乎喺以往嘅 DSE 嘅 past paper 入面咧，類似呢啲上一題唔識答，但係下一題會有啲 information， 有啲破綻，有啲資料，有啲提示嚟到提上一題，呢啲咁樣嘅情況咧係屢見不鮮噶。唔信，請大家望一望以下呢個例子。第一題係咁噶，喺故事入面咧，君主喺任用官員嘅時候，佢面對咩嘅困難呢？哇，係嚟自一篇文言文嘅，啲同學仔啲古文啊，非常之弱雞啦 ，weak chicken 啦，即係雖然篇文好短，啲字又唔係好難，但佢睇嚟睇去根本就唔知道個君主喺用人嘅時候，到底面對啲咩個困難。直到佢睇到第二題，第二題係咁嘅，性相提，最後君主如何作出取捨呢？先詳細說明。如何作出取捨？如何作出取捨？咁即係君主喺任用官員嘅時候，佢面對嘅困難就係咩啊？就係佢唔知道應該點樣取捨啊！即係可能有啲官員咧就係又好叻，但係樣衰咯；有啲就好靚仔，但係好蠢。哎呀，真係唔知點取捨啊，唔知點揀啊，好矛盾啊！即係兩難色啊，咁樣係嘛？咁呢個就係佢面對嘅嗰個困難。OK。咁至於第二題佢點樣取捨咧？咁樣到底揀邊個咧？咁呢個我哋唔理啦。我淨係想同大家講就係話，類似呢啲咁樣嘅 situation 咧，喺 DSE 入面咧非常非常之多。我呢度只係模擬咗一款出嚟。你問我啊，過去咁多年咧，嗱我哋當喺2012至到2025年啦，10幾年入面咧，差唔多每年都有1-2題呢啲咁嘅情況。可能有啲老師覺得喂，冇乜必要講呢啲咁嘅嘢啊，有咩用啫？喂，有咩用？我哋而家去考試，某程度就好似查案咁樣，任何線索其實都可能係對我哋有幫助嘅，係咪啊？你諗下啦，如果我哋自己齋睇嗰篇文，我哋真係唔知道到底君主用人嘅時候，到底面對啲咩個困難，直到睇到下面嗰題，係咪啊 ？OK， 咁所以呢啲嘢咧，我諗大家要知道啦。佢唔係話你睇卷睇篇文睇得快唔快，或者你答嘢嘅時候答得多唔多，而係涉及到啲考場嘅智慧嘅。OK。我哋舉多個例子好唔好？咁呢個例子咧就係近年嘅題目嘅一個改編啦，就係第10題咧就話作者借我是貓當中貓咪嘅所見所聞，說明小說有咩價值啊 ？A、B、C、D 咁啊，唔知邊個啦吓。跟住隔咗一題，第12題佢問你文中第1、2段咧，運用對比手法說明小說嘅價值，是加以說明。阿 Sir， 我唔覺得呢度係有嘢提到我哋啦。各位同學，你諗下第12題，佢問我哋小說到底有咩價值？我諗嚟諗去都諗唔到。但係我哋睇翻再前一題第10題咧，佢話喂，我是貓呢一本書我是貓呢本書係幾過癮噶吓 ，OK 吓，即係日本作家所寫嘅 ，OK， 從一個貓嘅角度嚟到睇嘅世界，係啊，大家考完 DSE 嘅時候有機會可以睇一睇啦 ，OK 係啦，我成日都話你而家呢個 DSE 咧係辛苦嘅 ，OK， 成個3月份、4月份都係一個即係好似地獄一般咁樣嘅一個生活。咁你同個仔喺度睇個 YouTube 片嘅時候咧，佢可能仲係準備考呢個英文 oral 係咪啊？係咯，好慘我知道。但係你要記住一樣嘢就係，當你經歷咗地獄一般嘅2個月之後咧，跟住迎接嚟嘅係乜嘢啊？係你人生當中最長嘅一個暑假。呢個暑假係你人生當中最輕鬆嘅一段日子，最 relax、最冇壓力嘅一段日子。跟住你就入讀大學。所以我哋就不妨當係先苦後甜啊！為咗令到之後嗰個果實係更加甜美，而家苦啲又有咩所謂呢？好明顯我係講遠咗啦。阿 Sir， 我真係唔明點解你話第10題幫到第12題呢？喂，第10題佢話小說有咩價值 ？A、B、C、D 4個 choice， 咁你咪揀咯。阿 Sir， 我真係唔知邊個。咁但係問題就係在於，如果你做到第10題嘅話，你係咪已經等於做到第12題啊？譬如let's say你第10題你嗰個嘅即係答案係即係 D 咁先算啦，係嘛？咁當你答第12題嘅時候，你就可以將 D 呢個咁嘅答案咧 elaborate， 因為已經揾到個小說嘅價值係啲乜嘢啦嘛，係咪啊？咁你就喺呢一個咁嘅基礎上面嚟到去發揮咧，你出嚟嘅答案係會準確好多噶。我再講一次，每一年嘅 DSE 嘅 past paper 起碼都有2-3個呢啲咁嘅位，只不過
我之前冇乜拍片同你講過啫，你自己又唔知，你嘅老師可能又冇乜點教。OK， 呢個唔係旁門左道。你諗下啦，如果查案嘅時候，我揾到一啲有用嘅線索，幫我知道邊個係兇手，個線索算唔算係旁門左道啊？你話係咪係咯 ？OK， 想知道多啲嘅話咧，可以報讀我哋嘅課程。我哋唔同嘅季節都會開辦唔同嘅課程啊。譬如我今日錄呢條片嘅時候係3月份啦，咁我哋中六所開辦嘅咧就一定係 Deep Class Intensive Class 噶啦。OK， 咁至於中一至中五咧，我哋開辦咗下學期嘅課程啊，咁亦都有下學期嘅大考精讀班。咁有興趣嘅同學咧，可以喺呢條片下面有一啲 link 啊嘛，你撳落去咧就可以進行一個網上報名啦。咁亦都喺網上報名嗰度咧，有齊晒我哋課程嘅資料噶啦。譬如我哋開咩課程啊，幾多期啊，筆記咩樣啊，有咩證書啊，有咩優惠啊，教啲乜嘢啊，應該點報啊，可以睇幾耐啊，諸如此類，一目了然，非常之清楚，全部齊晒。下條片再見，拜。